昨有发生讲，我甲阮翁冤家，就是讲我著爱阮翁著讲你这厝顶厝顶哪会这大布落落伊著感觉讲安尼大起来，看起来这厝安尼，若这厝顶迄叫天棚的大布若落落来，安尼看起来像带几仔厝安尼。阮翁著较无介意，我著想讲着爱借一个推，紧甲这处理掉。毋过嘛是想讲，嘛想讲做者代志的。结果我嘛是紧处理，因为讲这几工有请假，若请假的话阮翁著无法度去公司加班，著变讲爱伫厝里做代志。若做代志的话，著变讲，咱两个，阮两个拢伫厝，当然著是爱趁这机会，紧甲这天棚落落来的物件，紧甲伊搁顶搭。毋过咧，我借推起来阮翁著伫遐食薰嘛，著较无，我嘛讲足惊叫伊念，毋过家己去爬，著变讲无等伊讲食薰食了，斗阵来处理这件代志。就是顶搭这天棚，这个裂开的壁纸伫天棚的壁纸，著家己互一个爬去哩楼梯借一个铁推，著家己伫处理。这个时阵心情是有较无欢喜，著想讲我哪会遐可怜亲像敢若我一个人的代志。结果著搁无讲奇怪，这大埔无安尼，紧去爬，紧去爬，搁爬无，搁去换一个所在爬。我想讲哪会我遐辛苦安尼，爬转来搁无爬着，转来厝，想讲壁怎呢？是爱用这毋知好用歹用的即个大布新的牌子，用这来搭，会讲随落落来，搁着阮翁伫遐念嘛，著加载，著搁看着讲有呢，搁有剩拄仔无上着，就是讲以为大布用了其实搁有找着，著开始嘛，即个时阵阮翁嘛是开始搁伫食薰安尼，我嘛无等伊想讲紧甲代志办尔，无食饭食的，著讲紧来处理这，著较烦著紧来处理。毋过处理的时阵，搁想讲哪会拢我一个人伫补啦，安怎？结果我著想讲紧甲伊复的用的，著想讲心情著有淡薄仔无公平安尼，嘛看用好嘛，我想讲因为家己一个人用嘛，嘛搁会生气著想讲翁拢无斗相共，别墅拢是我一个人的代志。我著有等物件因为爱甲旧的大布甲伊掠落来，搁搭新的，著物件著会迄伫涂骹较大力，嘛讲家倒嘛无细哩著落咧，落咧是无甲我用着，无拄着我的骹，毋过迄个时阵心情嘛无介好，
就问阮翁啊，讲佫有倒位无创好啊？啊无我就要甲推形人咯。阮翁就开始嘛怪怪，伊就一直看目睭天甲遐大蕊，佫看天望哦。我想讲这是啥物意思？哪会无爱讲话？一直看，一直看，看起来亲像无欢喜，毋过佫无爱讲话，我就佫较气。尾仔我就伊就讲你要换一个目镜无？我想讲即个意思应该是讲我佫有所在无搭好，哪会无爱直接开喙讲呢？需要安尼吗？我就有看着，讲伊可能是看着这有淡薄仔，嘛有淡薄仔讲无搭甲足搭的吼。我就讲好啦，这佫来处理。迄时阵就真正足无爽快啊！我就足气的，就看远远的所在，讲这是毋是嘛爱处理？毋过迄个所在真正是推嘛无法度处理，以早是安怎处理我是袂记啊。而且若要处理，可能就是爱甲这会当搭的所在啊，即摆拢有藏物件，拢爱甲伊清出来。我就气甲，我就足大力，就甲规个安尼，就甲伊就甲伊裂开，等伫涂骹。我就看阮翁的反应啊，佫安尼解释讲这是我的代志，佫伫生气。我想讲伊凭啥物生气？我就想讲无所在好搭，我就凊彩搭伫这无稳的所在，人就跋落来，就摔伫涂骹。阮翁就想讲我哪会用即种方式讲，要决心要甲伊算数，抑是要安怎？其实我嘛想的讲，我即个惯势其实是爱改，无就是讲，就会有一寡足激动的，佫会伤害着家己。安尼若今仔无袂拄好，其实就足侪物件就对我斗阵落落来。涂骹的物件当然嘛是安尼乒乒乓乓安尼，足侪声音安尼，就是讲，若讲无带好，有可能就会流血流滴安尼，到时是佫较麻烦。我就想讲，真正我就就是我思考的惯势，就是会安尼，就会讲我就无即个耐性讲等伊，因为我就想讲等翁来伊就出一支喙安尼念安尼念，讲你这嘛无用好，迄嘛无用好安尼，我就想讲，嘿啦，就是，毋过无伊若讲趁伊佫伫食薰，家己处理，佫会怨叹嘛，佫会哀怨讲哪会这代志拢我一个人咧处理，毋过结果就是冤家嘛。我嘛想讲其实爱改啊，无吼，定定拢发生安尼的冲突啊，其实是互两个人翁仔某的感情，都是会受着伤害。我就是讲，就是爱较轻松啦，莫讲这代志足烦了，赶紧要甲伊处理掉。毋过处理掉，佫无遐尼坚强，佫足想讲哪有一个人伫遐食伊的薰，耍伊的物件，我一个人伫遐补。若补的伊有甲我学落，安尼嘛会当。毋过伊就佫怪怪，一个介心伫生气的款，安尼就佫较互人生气。我想讲着，就是每届拢是固定的即个模式，互两个人佫冤家。伊就怨叹讲我为虾米要生气？
啊，阮嘛怨叹讲啊，伊有啥物要生气？就是安尼，两个人怨叹对方哪会要生气，结果两个人佫愈气。结果每工我拢做一寡敢乒铃乓乓的代志，就是安尼，其实无介好，因为这有可能讲，一届比一届拢佫较暴力，安尼其实是会有可能发生讲佫较严重的伤害安尼。我想讲，其实我应该爱放轻松，就莫想讲这代志，改成是家己爱负责的。就亲像讲，伊变成是头家，我变新路，毋过佫想想，佫毋对啊，伊哪会安尼伫遐嚣摆啥物？就是讲，若拄着这代志，我会使用即种较轻松的心情，莫想讲爱家放贷，毋过放贷佫无欢喜，安尼佫要冤家。一开始的心情就是莫讲做想要家做好啊，莫讲就是这思考的习惯啊，拢无进步，就有发生冲突，安尼应该是爱改变思考的习惯，就是讲，这代志就豆豆来处理，莫感觉足烦的。做啥物代志，我若讲要去买大补，就爱欢欢喜喜去，也无就莫买。莫讲做毋愿这原因就是心内做毋愿，佫去做这项代志，结果就足容易发生一寡悲剧。我想讲，这社会上遐尼济社会事发生足济悲剧，毋过一开始拢是细项代志，拢是咧冤家啊，无就安怎尔，误会讲话讲较无好法讲，拢是安尼。有可能上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尼毋愿去做，佫做甲足毋愿的，安尼就气，气就愈来愈气，因为我就伫气，佫看着阮翁伊佫袂爽，毋知伊袂爽啥。顶摆嘛是，顶摆就是伫停车的时阵，我就看无停车位嘛，我就惯势就是停咧一个所在，我就讲，这我的地盘，毋过拄着阮翁伊就讲白当，教育的方式，伊就想讲安尼危险，安尼会替人拖。我想讲这哪会替人拖？我嘛时间白付啊。毋过阮翁就会讲白当，就是爱教育的方式。安尼我就做勉强嘛，做毋愿教育的方式。结果呢，伊就找一个位，我讲我想讲我就跋即个位，即个位会跳徛家伫遐念，我阁换一个所在，结果换伊无欢喜啊！我想讲伊是无欢喜啥？每间拢是安尼，就是我有无做毋愿，做毋愿，我想讲你若好好啊，对方嘛好好啊讲，就袂要紧。毋过对方阁生气，讲伊哪会跋？讲我哪会跋照伊的意思去做？我就想讲，我都毋是努力，安怎安尼？啥物拢爱照伊讲的，我是无思想。这就是我定定停车的所在啊，哪会伊一出现，安尼就安尼干涉，安尼无互我好食困，安尼，就实在是愤怒，阁一开始是毋愿。毋过是为着家安踏，就是足无奈的配合。毋过呢，舞到尾后变讲，毋愿变成愤怒，愤怒拄着讲伊阁为着啥物代志，若是诚细项的代志，有可能伊是看我的反应，
讲我哪会看拢无爱看一眼啊，勾互伊勾互伊讲为着我要找拼命搁超车安尼要去找好位置的即个心意。毋过我进前就做毋愿啊，就变讲就开始发生冲突啊。迄时阵嘛做无法度控制我的情绪，嘛是安尼，尾仔就一直冤家甲放假，转去后头厝，拢搁冤足侪摆。这就是讲每摆模式拢是安尼。我想讲，其实爱家改变，无拢安尼定定冤家。就是讲一开始我会想讲毋愿讲怎会，伊就安尼爱甲人管，就出一支喙，毋愿以后就累积变成愤怒，愤怒我搁会使讲伫咧心肝底。毋过伊若讲搁对我生气，我就想讲我就伫咧生气啊。伊嘛无较巴结咧，无呢伫伊的字典内底是无即种代志。伊就会想讲，奇怪，恁安尼无欢喜啥物？明明是我为你好，毋过我就足毋愿的。我讲，奇怪，即代志哪会安怎？就是心中有一个不满，安尼爱安怎去化解咧？就是讲，一开始我的毋愿啊，就足勉强去配合啦。其实迄个时阵就足容易讲，产生后壁的冲突，嘿。所以讲，我真正爱做毋愿去做一项代志嘛。毋过伊嘛总变讲伊就，我会感觉伊伫咧边仔找我麻烦。若是讲我了解伊的心情，伊是用即种方式来去表现讲伊的付出。只是讲因的方式，因厝的人的方式，拢是讲你爱照我的意思做，因为我看较远，我看的物件，较详细。你是大主大意，所以讲，人较会讲，你爱照我意思，安尼是我的付出，就是用去改变人本来要做的代志。因的惯势就是讲，本来你要行直线，伊就讲，你莫安尼行直线，你爱安怎行安怎行，因为即种方式较好。安尼你着爱照我讲的去安尼行，莫照你平常时的习惯、平常时的想法。安尼，因为这是因的付出，你若无照伊安尼做，就变讲因的付出就无啥物贡献啊。毋过人就是安尼啊，就讲我平常时安尼就好好啊，你哪会安尼讲？你会使好意去苛刻嘛？我无听嘛袂要紧啊，毋过袂当，因为因想讲因是为你好想的嘛比我搁较济，而且是正确的，就变讲，我即个毋愿啊，勉强去配合，其实心内真正就有怨气。应该是爱解决即种怨气，就是讲，因用一寡方式，就是希望你改变，爱照因的安排，用因的安排来做一个付出的一个表示。即个时阵，我若毋是去毋愿啊，去遐不满。是换一个方式，就是看会出讲，其实嘛是为着讲，
一个会当表现因付出的一个一个方法，一条路啦。啊，你若讲搁摆互因安尼做，因就想讲，满排为你好，就无法度做出来。就是讲我到底爱安尼不满，抑是讲我有法度讲看着因真正互人感动的一面。就对我来讲较困难。若讲我会当看着讲，若有人安尼付出，总比讲拢无即个管道，有可能是安尼想啦。我就是无安尼训练家己换一个思考的方式，变讲虽然讲做者生灵，毋过若拄着共款的代志，嘛是甲翁冤家。因为即个物件一直无去互解决。我想讲其实安尼是会当去找咨商，咨商的专家，会使讨论即项代志。就是讲对方付出的方式，就是会认为讲，你著无注意，你著即个方式较无好势，伊著甲你的方式换掉，换因的方式。伊毋是建议尔，伊著希望讲我照做。若讲是无识的人就是啥物同事主管当然就会照主管、同事去做，因的话去做，就是做面子互因因为想讲这都不要紧就互因欢喜一下。毋知影就是讲对翁的话，就无法度安尼想讲，就简单照伊意思伊欢喜就好。就颠倒想讲，伊哪会安尼啦？就是面对家己的人，这想法就无共。真正都结果其实伫咧公司就是有甲一寡新来的物件有甲伊讲较清楚。嘛是知影讲家己的毛病啦，就是会累积不满。就平常时若讲要干涉讲叫我创啥是不要紧，毋过可能拄着我伫紧张的时阵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著伫紧张我的原因有可能我著紧张。我应该改变讲我对待代志紧张的即个心情。我若莫对这代志遐紧张，放互松，有可能就会当转变。就是希望会当成长，无定定安尼，就是无定时的炸弹安尼，定定会裂开安尼。一摆比一摆搁较发生的代志愈严重就是无亲像讲去学心灵的人，会无化解掉。知影讲即个原因，毋过找无方式安踏家己的心情，就是安尼。